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8章，关系这五项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。其实知识会互人骄傲，毋过疼心会造就人。家己想讲有知识的，实际上应该知的，伊也毋知。人若疼上帝，伊是上帝所捌的人。所以，关系这五项的物，咱知世间的五项拢毋是真的。咱嘛知只有一位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虽然伫天顶也是地上有所谓的神明，搁虽然有真侪神也是主，毋过咱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父。万有对伊来创造，咱为着伊来活。咱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有通过伊创造，咱嘛通过伊来存在。毋过，毋是逐个人拢有即款知识。有人拜偶像惯势，到今仔日食物的时，还想讲是伫食这五项的物，因的良心软弱，想讲会互迄款食物捌啊馋。其实食物袂互咱较接近上帝，无食无损失，食嘛无较有利益。毋过着细字，毋通因为恁自由的行为，成做软弱的人信仰的阻碍。若有人良心软弱，看到恁所谓有知识的人伫偶像的庙内啉食，安尼恁敢毋是伫鼓励因食这五项的物？安尼，即个软弱的信徒，嘛是基督为着已死的人，会因为恁的知识来灭亡。恁安尼做，是得罪恁的兄弟，也是姊妹，伤害着因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，若食物会互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，我绝对毋食这五项的肉，才免互我的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。